係冇 run down 嘅。冇 run down 又冇 run down 又咁開手，唔知點解？即係唔係太好準備。冇 run down 你咁開心咧，你應該以後去嗰啲睇有 run down 嗰啲就有 run down 嘅。總之冇 run down， 咁唱咩歌咧？點決定咧？就係由你哋去揀出嚟。係充滿考試同測驗，望下個天咁好天，去下海邊，因為到你大個就會忘記乜嘢係大自然。做學生要爭取時間，有幾多功課做都好閒，唔使喊。當你正式上班，先知道乜嘢叫查。原來做功課好簡單，做人好難。唔好怪你學校好似好煩，嗰幾個先生，因為冇一個先生。有高低，有光輝，有色味，有崎嶇，有氣度，有地，有乜嘢出奇？上善若水，攀山過嶺，乜水都可以係宗師 my friend。如水見冰川去滄海去桑田，東邊到西邊到天邊再伸延。上善若水，舟再艇，乜水都可以係宗師 my friend my friend。我離開咗個井成為水，我可以穿州過省，前面有幾困難，有幾咁難行，幾咁行。我拆散自己個框，過幾個關，轉幾個彎，就算係順流逆流，上流下游，魚條盡頭，喂海左右，覆水難收手嘅時候，可以攞兒歌嘅獎，因為我覺得係世界上最諷刺嘅。大家知嚇《學海無涯》呢首歌係講咩㗎？講返學真係好辛苦喎，最好就最好就球最好就紅雨，黑雨，大家唔好返學啦，返學好慘㗎咁。而家我喺兒歌頒獎禮度唱，我哋去現場嗰個演出，對住嗰扎有一紮老母，一扎細路仔，哇！啲僆仔好開心啦咁。係啊，紅雨又好啊。佢乜嘢都會講啊，佢嘅生活規律啊，佢做啲咩啊，佢嘅學歷啊、經歷啊，佢點？佢唯一唔同你講嘅就係佢有幾好彩。真係啊！大家經常真正攞出嚟討論嘅成功嘅話題，不外乎有幾個條件嘅啫。第一就係你要有聰明啦，聰明才智啊。聰明才智係喺邊度嚟嘅？完全係遺傳自你嘅父母，即係話你父母你係冇得揀噶嘛，你冇得係生咗出嚟之後見到哦原來係你啊，我入翻去咯。你冇得揀嘅喎，即係話你有幾高 IQ， 其實就係你有幾好彩。我另外話唔夠聰明唔緊要，我性格好我都應該得嘅。性格點嚟㗎？性格咪因為你個家庭，你嘅原生家庭令你係咩環境，你會接觸到乜嘢人，你嘅朋友，全部嘢影響你嘅性格。而呢啲所有你會遇到咩人，你出生喺咩家庭，全部都係因為好彩。你睇到我就知我唔好彩啦，我就喺佢身邊長大嘅。我係攞晒佢啲鈣質。付書遠離好人生，怎會這麼發生？有什麼使你學會放棄？問誰人是你？想有一些變更，改變整個人生，要盡一口氣，在變化裏重新找到你。再有後了，就算一天老了，仍能大笑，自擁有過精彩的心跳。當你這個人生將要走到黃昏，到白色典禮，絕對要笑場長辭人世。只要一點信心，相信整個人生靠自己編製，活到老也無半點羞愧。係可以壓低我榮枯咗先，講內心真相係點，冇人 show 我知，可以企喺度用高定一定企喺高嗰邊。親人情人有人都冇網民咁有人，你係新聞變身，唔係郵抄連得，俾啲中立精神，鋪埋 baby 傾得，識人都可以。
而理得佢死，一般嘅魔技，所向披靡，於一般嘅自己走向卑微。望住呢部機器，不斷 update 你，原來佢先係自己，我先係機器。掟爛個電話，掟爛個電話，掟爛個電話，活在當下，掟爛你個電話，掟爛個電話，掟爛個電話，掟爛個電話，活在當下，掟爛你個電話。風水人有三，衰到惡夢，仲要衰到幾歲？究竟點解？活出神光時含住金鎖匙又點解？我成間屋仲細過佢座次又點解？我次次買落咗時做兩次，係我出事出世害事點解？佢係我博士揸波子，我個師佢本類似做人命同 Jet 同命1987同5431命二運三風水啊，四捨入犯太歲，我個毛都仲咁衰，七除八舊90歲，10個光頭都唔同命水，人出唱片我出唱片，出到喺頒獎典禮裏面，鏡頭影裏面，觀眾睇我唔見，我哋坐喺七條側邊，要先做到歌星今一樣嚟俾啲掌聲有聽力，拎出嚟又睇獎啦，農夫今年又攞獎啦，睇出你腳上撳住你體制迷你佢冇理佢嘅指控，要跌過知之痛，前面盡情衝，要痛快爽快，背脊有我幫你頂晒，問題幾多幾大，再多死結，紅門會為理解，共同進退見怪不怪，永冇吞吞 rap 到按馬到叻到識 rap 我，佢話話你識仔咧有乜位，扶到日日搭地鐵偷雞要得位，但我堅持到有一日俾地鐵罰咗500，喺嗰一刻我諗我終於明白，有啲嘢我堅持就慘都冇法，我冇再堅持投入我心俾入閘，但我堅持到呢一刻做 hip hop。One two three 齊話聲，四五六嗌好。我是多咗熱情 ，One two three 齊話聲，四五六嗌好，窮緊要我生命一地動聽，我要你，嘿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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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舉高隻手，使乜怕醜？舉高隻手。使乜怕醜？舉高隻手，使乜怕醜？舉高隻手，使乜怕醜？細個有人教你有個美德，無論你有幾得，千祈咪講出嚟，最緊要謙卑。隻手咪舉起，我要你個愛嘅人，你冇問，你冇試下伸隻手去拖，你細個發嘅夢，當發夢，你冇膽豁出去捉緊佢，晚話不得知，睇死自己乜都失意。條路窄，能走過只有劇的邊。所以你分工個份工唔係你嘅興趣，身邊嗰個人唔係你最愛嘅伴侶，爭到成日上隊，先至識得後悔。午夜夢回流下兩滴淚水，點解唔伸出去和百鼓鬥？點解唔舉高佢？從今以來嘅心口抬頭，仲有舉高隻手，使乜怕醜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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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咪再顧慮咁多，邊位睇小過我？隻手舉高過，使乜驚舉錯？有冇諗過扮日夢都可以成真？有冇諗過係中意嘅人等緊你成親？有冇諗過呢就係你最開心嘅人生？睇你敢唔敢舉高隻手，冇再忍耐，舉高手好嗎？多謝大家，全人類舉高手好嗎？多謝，全人類舉高手好嗎？全人類舉高手好嗎？舉高隻手，多謝。
下年啦嚇，下年會有翻相嘅，開心嘅多謝。好，呢邊好唔好啊？呢邊好唔好啊？細佬。喂，細佬，你阿媽咧，終於揾到未啊？家姐。係咩？琴晚打東風龍係你嚟㗎？呢個OK，你講埋嚟。呢邊爭過，呢邊爭過。OK，好。Camman 好唔 OK 啊 ？Camman。嗱，大家俾我影咗先，就俾你哋影，俾你哋參考。參考兩個先，唔好意思。讓一讓啊，讓一讓俾少啊，俾少你先影相啊，唔該唔該。20首歌的21堂課，補課冇乜反應啊！諗住呢個位係會唔係即係佢 evening class 你都唔適應㗎啦嘛，已經冇晒禮貌啦，個人到而家已經係嘛？有冇人上一次係有嚟過上堂㗎？今次係補課哦，都唔係佔好大多數啫。嗱，不過特別同有嚟過上堂嘅朋友講啦，今次咧係補課，咁你以往上堂都係一樣㗎啦，無論你 A、B、C、D、E 班，堂都係一樣啦，所以我哋今次補課同上一次係完全冇。